政治的消息来看，准总统赖清德今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，强调就任以后会继续维护台海和平，希望美国会当继续支持。今另外一方面，咱的准副总统萧美琴，人嘛已经去到华府，媒体报道，可能是要甲拜登政府的官员讨论施政方向。 准总统赖清德13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，包含老朋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兰仪、甲前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祖强等人。赖清德表示，虽然面临中国威胁，不过选举结果显示，大部分台湾人坚定捍卫台湾民主。就任了后重要工作，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，也期待能继续得到美国支持。 我5月20号就会跟美琴上任。那我们的重要工作在政治上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，然后带来印太的和平跟稳定。赖清德特别强调，甲萧美琴会共同领导国家，不过接见时阵却无看到萧美琴。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台美官员低调证实。 准副总统萧美琴已经到美国，这礼拜咧进行私人行程，包含整理留伫美国的个人物品。华尔街日报是指出，萧美琴有会见美方的官员的计划，会甲拜登政府官员参详台湾新政府施政理念，佮规划伫华府了后的行程，会继续用私人的身份访问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。向美国表达一个明确的讯号了，就是。 他执政之后的这个台美关系、两岸政策跟对美国的政策，基本上是会延续过去蔡英文政府时期的政策啊，尤其是维持所谓的现状。萧美琴这段美国行程正保密，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也是表达强烈反对，强调不应该甲美国官员有任何形式的接触。 不过，美国国会议员正支持台湾。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了后，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和党籍共同主席巴尔13也表示，会来台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典礼，表达对台湾重视和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